来继续来看这个代替公司法的草案，早起是一条一条来审议，也毋过代替工会不满着交通部无充分来沟通到共赏法案，是来发起着5·1劳动节无爱加班来抗议。交通部长王国材19号温情来话话，代替工会来回应，希望部长莫阁甲代替的员工妖魔化。 因只是真单纯用行动来表达对交通部安排不满。王国材早起接受访问，讲双方对公司化的步调无相同，希望会当豆豆仔讲。讲双方若果讲袂好势，代替工会又过来加码哦。参这个5日节、中秋节甲双十节，嘛拢无爱加班。 代替企业工会顶个月月底伫咧街路抗议政府硬推动公司化草案，讲5·1劳动节要同齐做伙罢工。代替嘛估计5月初1爱出勤的假数有1200个人，不过迄天会出勤的假数无到40个人。一个月过去啊，代志未闹煞。昨日交通部长王国材有主动让步，对这件代志工会伫咧昨半暝啊有写批予伊啊。 工会讲，代替的债务其实员工唔免担，万免知影，这拢毋是员工应该负责承担的。佮强调5·1无加班的活动，拢毋是为着无便民才发动。讲希望部长莫佮甲代替的员工妖魔化，单纯是用行动来表达对交通部傲慢行为的不满。对这件代志，王国材伫咧今仔日来到立法院做出回应。应该说我们的步调不大一样了哈，他们需要慢慢的来谈。 那我是觉得安全这个课题，一直有个压力，让我希望说公司要赶快做。 王国材讲，其实两边的想法拢同款，只是步调无同，希望会当好好参详。没有人反对安全的改革，但重点是为什么要在现在疫情如此严峻，而且尚未取得台铁多数人员工的一个共识的时候，急就章的就是要闯关成功，这一点是我们最匪夷所思的。民进党政府真的不能只是想要公司化而公司化。国民党认为，交通部急要代替公司化，会是三输局面，包括政府、代替局和 消费者拢会受到影响。我们新闻部长哦，公司化就不能缓啊，就是把它改好，越快越好。不过，伫咧代替事故受难者家属眼内，安全才是上重要的。抱有马事故家属们代替工会无顾安全闹罢工，讲顾家己福利，无伫咧插民众的性命安全。5·1劳动节年假特别到，代替讲退票的人少，影响的人数，买等到劳动节迄天才会当知影。不过，若是真正无火车同齐，交通部讲会安排游览车来接送，那到底派偌济台都唔知影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